那我们现在开始。公众观设帝君伏魔真经，观考人验测道心，真心一点贯古今。圣贤之门正道统，了脱生死从此门。帝王将相平和论，功过罪过以身。君临天下承事宪，赏善罚恶见世人。虎虎降龙家邦正，威灵显赫三界经。魔高一丈而主具，道高一尺化太平。真水真火济身上，浩然充塞在其中。经年累月修精进，忠孝节义表万民。观圣帝君伏魔真经，一炷馨香胜告天庭。斋庄中正纯然清净，无私杂念亦成显灵。恶目首悬真人佛性，敬天理神善心福音。手提合同指怀抱，经中贯日一片丹心。焚香祷诵伏魔真经，神威法身即刻降临。斩妖除魔贼寇平定，魍魉邪魔杳无踪影。先论修身存心养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天高地厚奥妙治理，物事通晓人情。辟除异端分别义利，阐扬道义大道流行。玩物丧志，玩人丧命，戒除欲勤奋盈利智昏。犯者反省，速勿怠慢，偃月快刀毫不留情。凭借公职敛财谋利，占为己有，罪障万身。金银财宝善财善舍，大事须弥佛家一文。贪嗔痴爱心之不断，酒色财气强困真人。克己峻严难处下手，文恶庄容文道明聪。纯养心察，心存未尽，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气出浮躁，气盛生事，待人处事温良俭恭。至诚无息，暗示无欺。恶六慎独，时刻战己。见义勇为，不分故我。万类相感，以忠以诚。无欲而刚，有道而正。法笑白水，一生洁清。名不伤察，直不逆诈。大明起心动念，青天百日。奉公正己，心正感神。端正威仪，敬以修身。与汤罪己，节奏罪人。不信必说，行无偏执。视听言动而忽中庸。不离贵在执行。诵经见过物改，不有恶性。
不吃者小人孝之本体则名德风。此三省克足替己，科足体己，往乡正气，夏凉冬温。一日三日三地省，枯竹生梦中成影，百校一日梦三次未灭，老少皆能亲将力为强，安身家立有父老报道必为强，安身立命，爱报亲道后世。近亲母，爱敬至亲得孝，爱亲不敬，亲不慢。同气连枝，长枕大被。兄有弟恭，今有玉坤。严氏家训，告诫子孙。留得后辈，家言义行。婆媳妯娌，不得有事。鸡肠鸟肚，哭扫不宁。宫中造谣，无中生有。离间兄弟，非是吉星。夫和妇顺，如骨亲社。琴瑟，阴阳调和，相敬如宾。取有弊端，不骄寡信。有朋非亲，相视贵重。损友无情，是非不断。亦有利己，直量多问。质量到位。智者明辨，清流敌视。志同道合，愿力道丰。军人臣忠，国有真祥。君霸臣奸，民不争。敦人秉德，以化暴力。修理诚意，君臣一心。德待百姓，万民。军政廉明，路。晏子春秋，其心明。见坛城补屋得天品，胆诚，正歌带旦无得品。命不限。正歌带旦，言只见唐有问真。今时古月，今月古人。日浑浊，唯我不能。三论忠义，气贯长。安动山河，凛冽忠心。坚如金刚，老朴可破。无尽不摧，横扫万民。日月昭昭，乾坤朗朗。不变，烈火纯金。天地凭谁？千古常在。星斗惟尔，万事昌顺。其州周有。网络不顺了，你看，跑出来了。要珍惜花报啊！有的都要珍惜啊！你看，网络不顺要弹出来、跑出来，有的都要重新关机，要重新开机，真麻烦的。网络为什么常常不顺呢？也可能是那个记忆体空间是按到那个旧的嘛，怎么没有办法进入？你看网络不顺，按到旧的了。
重新连线。主金光儿童印证疫情工厂仔细发挂开普渡芸芸众生大考大宴大愿大吉双立人后人敢战中人无方义如墙边草见风转舵使人看清无义失敬无廉失耻无定不威无耻之人大节语义殆尽无允则困无度则昏无伦理者无修身者无忠义者无好共念发言行世皆龌龊以力出谋四毒八邪当穷不思议法不离道易得一品真谛妙理精笔垂示告诫世人一部真经伏魔正体日日主定存必有感应潜心百念观心意相随日夜遵行心宽体盘精气神聚无有半点亏欠存心妖志不生魔道不入太和元气七化机欲扎成纯金孝行转运改命经传千秋元积物众念美大神摩登人众至此气充塞满盈唯独武器意气进动独无有因这以应性九六千除了乾坤的的彼岸同在根。不无指手一扣在扣上哦，是靠九扣几扣八扣九扣十扣手恭诵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为亲灵宝齐鲁云上印拈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三星地大智王心天真挂圣号等待十字点神兵云雷震开雾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今在人间中九连圣将归下世天花老母垂玉线佛缘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中续文言古册在中央天无以下真天地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是得西来白杨子香娥点点化成金每日自心常山寨方面不来清哎呀又网络又弹出来了网络不顺呢你看呢第二次被弹出来了哦手机很烫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不顺呢哦手机很烫啊烫的哦50几度啊
不顺的，有法宝要珍惜啊，得来不易啊，种种的因缘组合才有啊。重新连接。网络不顺了。金猪二这兵大救援人相儿女，猿人火光落地化为尘。网络不顺了，有时候要关机重新开南机。言归正中，来往照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2遍得超，持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许，念起真言归佛力。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弟子姓氏姓女，请核报自己。弟子对，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回向于天地，回向于天地，回向于祖先，回向于祖先，回向于父母，回向于父母，回向于子女，回向于子女，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恳叩请辞，弥勒祖师，诸圣帝君，诸佛菩萨，慈悲做主，慈悲做主，将此疫情再扩大，将此疫情降到最低，不再扩散。战争止息，祈求战争止息，世所自导。圣旨遭隔层了，又被弹出来了呢。网络不顺了，第3次被弹出来了。这个功德回向以后就感恩各位感恩护签的慈悲，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感恩各位灵证、各位护灵证慈悲，然后要说晚安了各位点传师、各位灵证、各位护灵证、各位组长、各位坛主、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再见。前天在网络脸书看到道清前贤陈秀美的妈妈说住院祈求希望道清前贤帮忙念弥勒救苦真经功德回向让他妈妈早日康复他感冒了，希望也能够有一些功德，让他能够维持健康，能够照顾妈妈。真的祈求上天慈悲帮忙感恩。